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读腓立比书，这嘛是咱早经祈祷会内底所捌读过的一本保罗的回信。当保罗咧写即个腓立比书的时，其实伊是伫监狱内底，但是伊所写出来即个物件，真有互人感觉无共款。特别我要对即个腓立比即个所在来看，因为毋知咱敢看有吼，即边遮，即个倒边遮，则是亚洲。若是过即个海过，即边过，遮这是现在意大利伫遮，这马其顿半岛，所以即边是欧洲。腓立比伫倒？腓立比伫遮，腓立比伫遮，所以伊算是伫欧洲，毋是伫亚洲。这有一个真大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即个腓立比，伊当初时是罗马帝国一个军事的所在，伊嘛是一个贸易的中心，所以即个所在有真侪贸易。若有贸易，就是有啥物货足侪？啥物货足侪？钱啊，钱会足侪啦。贸易就是爱买物件，所以钱会足侪。然后即个所在，伊阁是罗马的驻防城，就是即个所在有军队。然后即个所在有真侪的神，所以伊遐有一个足大的多神信仰。你若进去腓立比，差不多已经剩废墟啊，但是迄个所在有真侪的庙。然后保罗伫即个所在，伊要去腓立比，真特别。本来伊毋是要腓立比。本来伊是要去另外一个所在，但是伊看到一个异象，有声甲伊讲，然后出着伊看到迄个异象，讲有一个马其顿的人伫遐甲伊讲，你来阮遮。所以保罗转伫迄个所在，后来出真侪人拢会伫遐讲，这叫做马其顿的呼声，就是保罗伫遐看到异象，讲你来阮遮。保罗转伫遐换方向，本来伊要留伫亚洲。但是换方向，把你对转走回欧洲，所以腓立比即个所在的教会，嘛是保罗伫欧洲所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伫即个所在，保罗也发生真侪代志。第一个，伊伫即个腓立比的所在，伊拄着一个卖布的妇人人，即个卖布的妇人人叫做吕底亚。我等下若无啥，你来帮我讲啦。即个吕底亚伊卖布，啥物色的布？紫色的。紫色的布，伫迄当时，紫色的布是啥物人在用？贵族、君王在用。所以迄阵耶稣去用钉十字架时，人来讲你毋是犹太人的王，所以甲伊抹一个紫色的布。后来有写一首歌叫做《紫色的袍》，伊就是咧讲这。即个吕底亚，伊信用真好。伊互人去因兜聚会，然后伫即个所在，因为吕底亚的关系，所以保罗伊才有法度伫欧洲建立一个滩头堡，就是即个腓立比的教会。然后伫即个所在嘛足趣味的，保罗伫路里咧行，结果拄着有一个人，有一个主人，伊有一个路比一个使女，即个使女，即个使女去贵妇会报明白，敢听有？会报明白，即个代志真还阁有我较早捌伫我阿公的厝的门口撞着一个人讲叫做小的，伊去贵妇，迄阵足流行强调合彩，所以逐个人拢去甲问，有准无？有啊，非常准。所以即个小的后来伊家己有一间厝，因为人签着拢甲起迄个厝，即个贵妇的即个意思嘛共款，结果保罗行过，即个使女转伫遐咧画，即个人是上帝所派来使者，即个人是上帝所派来使者，一直甲画，保罗转足不耐烦的，转甲伊身躯的迄个鬼转甲赶出来，甲即个鬼赶出来了即个使女敢阁有法度报明白？无法度报明白，转去用告。这个故事写伫《使徒行传》16章第8节到34节，你若有兴趣，一定甲抄落来，你转去看。
足趣味的故事。然后保罗因为甲迄个使女的迄个还鬼的迄个吼，甲赶出来了吼，无法度报明白，结果保罗全去用掠去关，啊掠去关哦，关几啊日，全伫监狱内底拄着地动，地动的时吼，啥物货门开啊？监狱的门开，啊监狱的门开了吼，即个狱卒啊，即个咧顾的人吼，全想讲哇惨啊！这监狱的门开去吼，是毋是所有人拢走了了？啊，全举刀要自杀。保罗全甲讲讲，你莫自杀，你莫自杀，阮拢总伫遮，你莫家己自杀就对啦。结果即个狱卒看着讲，哈，啊保罗恁敢会拢无走去咧？哪有即种的人啊？所以即个狱卒后来全家信主。请你去看即个所在所记载，《使徒行传》10章第8节到34节。然后，即声看着讲迄个保罗无走，啊，全后来迄个官府的人全要放迄个保罗转去，结果进保罗全无欢喜啦。伊讲吼，恁遮的人吼，甲我掠去关啊！啊，我是罗马人诶，我罗马公民诶，你拢无甲我审判，你甲我掠去关。结果遮个官长听着讲保罗是罗马公民，全安那惊着，即声吼全走来监狱，拜托伊出去。啊，你莫甲阮过，拜托你出去，阮送你出去。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伫迄个中间一定爱审判，才会当掠去关。这是伫菲律宾所发生的足侪迄个宣教的故事。所以即个伫新约教会内底，菲律宾的教会是上界纯洁、佮忠实的教会。保罗因为菲律宾教会也得到帮助真济，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间的教会。伫菲律宾书内底，保罗有一个概念。伊讲，要成做一个基督徒，是性命更新的过程。然后啊，你领受即份，还是你受割礼，还是你受洗，是性命更新的开始，毋是结束哦。请咱会注意，伫咱教会内底嘛有洗礼，迄个洗礼所代表的意义，毋是你已经得到啊。迄个洗礼所代表的意义是，你得到门票啊，你还袂入去。你还袂得到的啊！你还阁有真侪路爱去行，所以伫即个中间，成做一个基督徒是性命更新的过程，这毋是一个终点。然后讲啊，我来到教会，我就得到了，我就伫上帝面前有份啊。你有份，但是迄款的份额毋知够有偌济。真侪人咧讲基督徒。拢讲爱常常学乐，常常感谢。但是迄个学乐甲感谢，是伫什物款的情景下底学乐甲感谢？是你真顺遂的时学乐甲感谢，还是你真艰苦的中间学乐甲感谢？撒母耳上卷19章有记载着一个大笔的故事。即个大笔的故事，基本上可能咱足侪人拢知影。因为扫罗一开始爱一个弹琴，互伊听的，所以伊叫大笔，大笔足够弹琴，伊也足够写诗。然后，即个扫罗全封大笔，互伊做迄个领兵的，全出去烧战。啊，烧战了，这赢转来，大家全欢喜，伫遐话讲，扫罗杀死千千，大笔杀死万万。哇，袂得啦！迄个扫罗全受气，伊讲哦，哇，伊杀了比我较济，伊做了比我较好，啊，所以除去即个王国也无互伊以外，其他的逐项拢嘛互伊啊。所以伊伫即个中间，转用伊的查某囝做陷阱，要甲讲啊，我即个祖囝嫁你，哦，迄个叫做米拉，毋是米甲哦，米甲搁另外一个米拉。然后伫遐吼，甲伊讲，你啊。若去杀死迄落100个迄个非利士人吼，转来，我即个祖囝就嫁你去。结果大笔去杀死几个？杀死200个。啊，即个扫罗吼，无将祖囝嫁，甲因祖囝全嫁别。啊，所以搁伫迄个中间全派人要杀大笔。啊，杀大笔是安怎杀呢？顾伫因兜门口，
固伫台北银行门口顾，要等天光的时要抬死台北。结果后来什么人甲帮赞？即个李甲，另外一个这是另外一个祖囝，嘛是后来嫁互台北的。我故事讲了较紧啊，这是另外一个祖囝，嘛嫁互台北。伫即个中间，李甲帮赞台北，甲伊讲：你紧走，今仔日暗时你若无走，你拢走袂去啊。所以叫伊紧走。台北转伫迄个中间，本来是王上界红身边的一个人，转对迄阵开始变做王目睭前走路的人。伊伫遐台北写着诗篇59篇，就是咧讲即件代志。诗篇59篇，你若去看上头前迄个诗篇头前迄个细字的所在，伊讲扫罗差人把守大卫的房屋，意图杀他。那时大卫做这件事。伊转写一首诗篇59篇，然后后来等到伊做王的时，这首诗转交互盛勇团长，就是现在所讲的叫做圣歌队队长啦。转甲这首诗交互圣歌队队长，然后甲伊讲，你爱甲变做一条歌，所以后来所用的调就叫做修不要毁坏。这是一个调名，所以咱教会圣歌队的队长也是圣歌队的队员，嘛拢有即个能力会当家己编家己写。伊伫诗篇59篇内底写啥？伊第一节，台北伫遐讲，救我脱离对敌，请你救我。伊伫迄个中间是咧走路的中间，然后伊讲，伊上帝求你醒起来。求你醒起来，毋通人面迄个惊鬼诈的歹人。求你醒起来。然后到伫第10节，伊讲：我的上帝用慈爱迎接我，叫我看见我的对敌遭报应。所以伫即个中间，诗篇59篇，其实伊就是代表伫即个中间拄着艰难困苦的时，伊人生上界低、上界歹。伊伫几啊摆中间，伫互扫罗追杀的时，伊所写的诗。但是我爱咱大家来看第11节，11节真特别，伊讲啥物？伊讲主，阮的顶拜啊，毋通刣因。你茫甲遮个人惊诡诈的歹人甲刣死，免得我的百姓袂记即你的名。求你用你的能力分四线。互因对权降为卑微。我想伫即个中间，代表即个祈祷真特别。伊讲啊，上帝你茫刣因啊，你将伊拍散就好，然后互阮的百姓来看到你伫即个中间所行奇妙的事。然后最后10节，伊伫遮讲，但是我要学了你的能力，因为上帝是我避难所，是赐稳互我的上帝。伫即个中间。伊写即个诗，伊亲像伫求主保护，伊亲像伫即个中间要恳求上帝来帮助伊，因为伊伫互笑，伊伫互追杀。但是伫即个所在，你犹原看见伊伫即个中间，毋是用绝对的追杀来追杀伊的对敌，伊嘛毋是用伊所有的来救助即个扫罗。伊反倒伫即个中间，留有真侪怜悯，总是上界主要的，抑阁是求上帝怜悯伊。伫伊人生走路的中间，伊犹原伫学了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带领伊行人生路障的上帝。无论伫当着甚物款的境遇、甚物款的所在，伊拢会当伫遐定心来找着伊人生所要行。今仔日，咱伫遮所读伫腓立比书1章9节到11节，你若搁一摆详细甲看咱所读的，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伊所恳求的是啥物？伊恳求讲腓立比教会遮个人，恁的疼心伫财物甲见识顶悬会当成长。若是今仔日咱所读即个国语的版本，是迄个现代中文译本修订本，伊讲的是啥物？你们的爱心会不断的跟真知识
和判断力一起增长。意思就是，你的疼心毋是停伫迄个所在，你的疼心毋是用你家己所想的物件来成做一个疼心，你的疼心是对着你的财物、你的知识，佮包括你伫世间上的判断力，你的经验愈侪，你世间所行过的经历愈侪，你伫即个世间上甲人做伙愈侪，你的疼心嘛爱愈侪。所以，即个疼心毋是停止的，即个疼心是对着即个世间你所得到、学到的，以及你即个人的成绩对立重大。第二个，保罗伫即个中间讲，你若会当选择迄个上好的，你爱分辨是非，你爱伫地面上知影世间上有好的甲歹的，有上帝所欢喜甲上帝无爱。伫你身躯边有好的人，有歹的人，有会当互你帮助你来找到你人生目的的人，但是嘛有人是伫即个中间将你拖累的人。你着爱谨慎伫你所捌的遐个朋友的中间，到底是甚物款的人，通诚做支持你，互你跑走人生路上得到幸福的人？你爱会晓分辨，你爱伫迄个中间拣。顶礼拜所讲到的讲的是甚物？祝福甲咒诅伫无共的山头。你毋是得到祝福，你就是得到咒诅，看你安怎来选择。即款的选择是藏伫头壳内底，分辨是非是藏伫头壳内底。但是过来要靠着耶稣，要结迄个仁爱的果子，要结即个仁义的果子、仁爱的果子。是爱需要你动手，你需要去参与，你需要伫人的中间，你需要去服侍，你需要去行。这毋是一种的财物，干那放伫你的头壳顶，这是你生活内底所要实践的行为甲行动。然后最后一个，保罗伫即个中间所恳求的，就是当你会当照着耶稣基督来结出迄个好的仁义的果子的时，爱将荣耀、恶乐归于上帝，因为这才是咱伫世间上会当为上帝所起做上介好的制度。这个功劳毋是咱家己有的，是上帝伫即个中间想出来。保罗用即款的言语伫遐咧鼓励菲律宾的教会，其实伊对菲律宾教会有真深的感受，有真深的迄款的感动，因为即间教会真正非常帮助保罗非常济，所以保罗伫即个中间，伊用即款的恳求来甲菲律宾的教会讲：你伫疼心、分辨是非、结仁义甲为恶乐上帝的中间。你爱用这成做你人生不断进步的一个条件。亲爱的兄弟，若咱今仔日咱伫咱的教会内底，咱会当做啥物？今仔日教会内底有甚物货是互你来参与，互你需要伫迄个中间分辨，需要伫迄个中间来参与伫服侍的行动内底。有的人讲，我也袂晓讲道，我也袂晓书会，我也袂晓唱歌。我会做的物件有限，检采咱真侪人感觉家己真小看，但是伫咱教会中间，还阁有真侪物件会当去做，对一个人的安慰、关怀甲扶持，甚至是你逐项拢免做，你逐项拢无讲，但是你伫特别的场合出现伫迄个所在时。你就互欠缺需要的人的心得到安，你就是伫即迄个中间来诚做参与伫上帝国重新起造人际关系迄个上介好的种子甲服务。有真侪时，咱教的毋是咱会当做啥物，有真侪时是咱参与伫甚物款的工作的内底。一通电话，一个祈祷，一个告别式，一个聚餐，
你所讲出的话，会当诚做起造人的，但是嘛有可能诚做咒诅人。你所讲出的话，你所行出的行为，会当互人的心得到安慰，但是嘛有可能互人的心得到艰苦。你选对一种，因为咱欠缺，所以咱更加需要三听。伊伫教会内底，无论是团契，无论是礼拜，无论是伫教会以外所有的一切活动，咸菜拢伫即个中间，互人重新看见。只有你参与，你才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看见疼上帝的心，会当日益着增长。假使你只有坐伫迄个中间来看别人咧做，你只有看别人咧成长。亲爱的兄弟，当咱的性命要伫即个中间，亲像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伫遮所讲的，爱充满疼心，分辨是非，结好果子，学了上帝的事。亲爱的兄弟，遮所有的物件，拢毋是坐咧就会当。是爱你三角参与伫遮个活动中间，是爱你讲出好话，讲出起造人的话，讲出勉励人的话，然后伫交陪中间互相支持，互相向前行。愿上帝赐福咱的教会，嘛亲像腓立比教会。愿上帝伫咱的中间所竞选的每一个人。毋是伫即个中间来成做一个观众，总是互每一个人成做一个参与者。当你参与伫实际生命见证的行动的中间，你就要伫即个中间，互人重新看见，伫充满爱心，咱所看的即个世界就无共款。当咱愿意分辨是非的时，就互咱得到生命成长的开展。当咱伫生命中间用行为来结出好的果子的时，你一生就无白费。当你愿意用这来成做学了上帝的祭坛的时，你就受效益。有一日，咱要因为这所做的，搁一摆看到咱家己的价值，看到教会的价值。看见着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喜乐，三角的基督。请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所行的路上，有阮的兄弟，成做阮的扶持甲帮助，互阮通互相伫阮生命的道路来敲找阮的方向，看见阮的理想，互阮抬头伸手就你施阮祝福。主啊！求你，互阮的教会重新起造，成做一个阮所喜爱三角来参与的教会。主伫一年特别结束，特别到尾，阮来重新来看见阮伫遮阮所做的到底是啥。愿你赏赐你充满疼心的神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互阮所看到即个世界，也诚做无共款的世界。愿阮伫即个中间有开咱来参与每一个服侍上帝的机会，互阮所做的重新得到你的欢喜，甲你的赏赐。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